咁今年咧2月美股就大規模向下回調啦，咁唔少投資者咧都俾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搞到人心惶惶喎。咁見到咧關稅拖低美股之後咧，咁但係又怕未跌完嘅投資者咧，咁現階段咧不妨可以睇一睇醫療行業嘅投資機遇啦。大家好，我係 iFast 嘅投資顧問 Gordon。咁睇翻2024年環球股市呢，其實普遍都錄得唔錯嘅升幅啦。咁特別係由人工智能熱潮帶挈底下咧，咁科技股嘅股價都不斷被推高喎。咁但係醫療行業咧作為傳統防守類型嘅板塊咧，咁喺唔少投資者都拉高股市 exposure 嘅時候，咁自然咧就有手攞劍，咁但係又冇手攞盾啦。咁所以唔太會望好似醫療行業呢啲波幅比較細嘅板塊。咁但係我諗大家作為明智嘅投資者咧，咁自然都知道 buy the dip 嗰個概念㗎啦。咁所以我哋研究團隊咧，其實都認為近期嘅美股回調啦，反而製造咗一個唔錯嘅入市機會。特別係如果唔想衝太前買科技股嘅話咧，不妨真係可以睇一睇醫療板塊嘅配置。咁過去醫療板塊咧表現之所以唔係特別標青咧，咁我哋覺得有3大個原因啦。咁簡單概括咧，就係市場更加關注科技股嘅業績。咁就算啲醫療股嘅業績報捷咧，咁但係見到個增長比率，由於唔夠啲科技股打啦，咁所以個股價咧往往都唔會有好顯著嘅增長，咁資金流向咧都去唔到個醫療板塊度啦。咁但係其實參考翻往年嘅歷嚟表現咧，其實呢一個板塊其實整體都相當唔錯嘅喎，就特別係好似2022年嗰陣時股債相殺啦，咁醫療板塊咧就體現出佢嘅防守性，咁整體表現咧都係跑贏大市。咁另外咧，而家都處於一個高息環境嘅狀態啦，咁導致咧企業個併購氣氛都比較疲弱。咁可能大家先前嘅新聞都見唔少㗎啦，講緊某某嘅大型銀行因為 M&A 嘅業務咁疲弱，所以就要裁員啦。咁其實醫療行業咧都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咁但係目前市場咧都傾向美聯儲喺短期內唔會進一步加息嘅情況底下，甚至諗緊會唔會喺下半年開始減息咧。咁所以預計個企業併購氣氛咧都會有所提振。咁加上咧，先前美國嘅拜登政府啦，喺醫療政策上針對藥品嘅定價咧，唔太利好啲製藥商嘅盈利表現。咁好明顯啦，咁而家白宮主人就換咗特朗普，咁所以相信咧，上述3點嘅先前主要憂慮同埋啲利淡因素咧，都會不攻自破啦。咁我哋 iFast 嘅研究團隊亦都因此咧，將全球健康護理行業嘅投資評級由2.5星嘅中性，咁上調至3星嘅吸引。咁行業上咧，我哋預計喺2027年度啦，咁大概其實仍然都見到有21% 嘅增值潛力。咁大家可能都會問啦，咁具體醫療板塊有啲咩嘅支撐因素咧？咁而家呢個時代，我諗大家都比較緊張，要去維持健康啦。就好似去茶餐廳叫嘢飲，可能10個都有6、7個咧會叫少甜走甜噶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個 term 咧，叫做麥當勞化 （McDonaldization） 咧？咁就咁聽，可能以為係搞緊笑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 term 咧係真實存在嘅喎。咁講緊咧就係現代社會嘅快餐文化普及啦。咁隨之都有個漣漪效應，形成咗其他嘅問題。咁講白啲咧，就係快餐文化其實都間接令到各地嘅肥胖人數有持續增長嘅問題啦。咁繼而其實都帶動到減肥藥嘅銷量嘅喎。咁畫面入面咧係其中一種主流減肥藥 GLP-1 嘅使用者數量啦。其實都見到喺過去3年時間咧翻咗超過1倍，而呢一種藥物咧甚至獲得咗認可係可以醫治鼻鼾甚至係心血管嘅疾病。咁呢個例子咧，其實某程度都反映到減肥藥嘅需求咧，其實越趨穩定。咁所以粒聲唔聲啦，其實都帶動緊減肥藥市場喺過去幾年其實都有個急速嘅增長。咁再講得深入多少少咧，其實減肥藥市場咧而家係處於一個雙頭壟斷嘅狀態。2間嘅大型藥廠諾華諾德同埋禮來所生產減肥藥嘅市佔率咧，已經高達97%。咁因此喺市場有明朗嘅增長空間啦，加上大型藥廠發展穩定嘅情況底下，咁相信未來呢一啲大型藥廠咧都有更多嘅資源去進一步做藥品嘅開發，去推陳出新啦。咁另外而家宏觀而言咧，仍然都處於一個高息環境啦。咁特別係回顧2023年嘅時候咧，咁唔少行業都面臨併購活動疲弱嘅問題，咁甚至拖累到咧有唔少投行都因而要調整業務範圍啦，甚至係裁員。咁針對去睇健康護理行業嘅併購氣氛咧，其實由2000年起咧，總共經歷咗5次嘅下行區間，而對上4次嘅下行週期咧，其實都唔超過2年。但係今次由2021年起到而家，仍然都未見到個併購氛圍顯著提振。咁你話係咪有一啲明顯嘅因素拖累咧？又唔見有喎。
咁所以而家市場咧普遍都對健康護理行業嘅併購活動咧有個樂觀嘅預期。咁講起醫療製藥咧，呢啲公司嘅收入來源除咗直觀睇醫藥品銷售之外啦，仲會考慮埋藥品嘅專利。咁但係由於要權衡藥廠利益同埋醫藥嘅普及性咧，咁專利都冇可能永遠維持住。咁所以呢啲公司咧往往都要鋪定後路啦，去確保自己嘅藥品專利到期之後咧個盈利唔會一落千丈。咁參考過去嘅案例咧，普遍藥廠都有兩大嘅做法。咁首先就係喺藥品嘅專利到期之後咧，去輕微改良嗰一隻藥，咁然後攞一個新嘅專利。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頭先提及嘅，咁透過併購去做類似藥物嘅公司啦，去維持翻自身喺相關藥物嘅壟斷地位。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喺2019年嘅時候，咁生物技術公司 AbbVie 就併購咗一間藥廠 Allergan。咁合併嘅目的都好明確啦，本身兩間公司係競爭對手。咁合併完咧就可以降低競爭帶嚟嘅負面影響，甚至可以強化一啲個別藥品嘅市佔率。咁過去5年間咧，有唔少大型製藥公司咧都擴大咗個研發規模，其實無形都意味住咧未來新藥品研發咧所帶嚟嘅增值空間都比較具體。唔知大家聽完咧覺得醫療板塊吸唔吸引呢？咁但係投資喺某一間公司咧，又會受到藥品專利到期等因素所帶嚟嘅短期股價波幅影響啦。咁想規避個股風險咧，不妨透過部署基金，以一籃子嘅醫療股票組合咧進行配置。咁喺我哋 iFAST 平台咧，而家已經有過千種基金咧俾大家去認購。咁無論係債券基金啦、貨幣市場基金啦、另類投資基金或者股票基金，好似頭先提及過嘅醫療股票基金咧，都可以透過我哋去認購。咁而我哋嘅研究團隊咧，更加會幫大家篩選出同類型基金入邊嘅最優選項。咁所以大家想知買邊隻基金好，想喺個市升前提前部署，咁記得 like 呢條片、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咁或者留言話俾我哋聽，去免費了解相關嘅資訊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